自2024年9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骄傲者的警示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历代志下卷26章第10到23节。犹大的人民设立乌西亚煞食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，迄时伊16岁。阿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，乌西亚收回以诺，归属犹大国，搁甲伊修建。乌西亚继位的时16岁，伫耶路撒冷做王52年。伊的老母叫做亚科尼亚，是耶路撒冷人。乌西亚做上主看做好的事，照伊的老爸阿玛谢的所做去做。教导人敬畏上帝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，乌利亚王寻求上主。伊寻求上主的年日，上帝予伊亨通繁荣。伊出去攻击非利士人，拆毁加德、雅比尼甲阿实突的城墙，伫阿实突地区甲伫非利士人的中间起几若个城。上帝帮助伊打败非利士人，甲住伫古尼巴勒的阿拉伯人以及米乌尼人。阿门人甲乌西亚进贡，乌西亚的名声透到埃及，因为伊非常强盛。乌西亚伫耶路撒冷的港门、山国门甲城墙挖角的所在起坚固的城楼。伊伫旷野起守望台，搁挖真侪水池，因为伊伫山坡甲平原有真侪精生，搁伫山区甲肥的土地，请人种植甲整理葡萄园，因为伊真爱种植。乌西亚有真侪训练有素的军队，因拢经过书记亚利甲副官马西亚点算，受王的将军哈纳尼亚指挥，会当随时分队出去作战。这个勇猛战士的族长有2600人，伫因的手下有军兵307500人，拢是勇猛的战士，熬烧战，帮战王攻击对敌。乌西亚为着全军准备盾牌、枪、头盔、战甲、甲弓以及马线的石。伊搁伫耶路撒冷请牛的师傅设计机器，安伫城楼甲城墙的挖角，用来射箭、献大地石。乌西亚的名声传到真远，国家真强盛，因为上帝帮助伊。乌西亚强盛了后，心就骄傲，直到衰败，得罪上主伊的上帝。伊入去上主的圣殿，要伫香坛烧香。祭司阿撒利亚带上主勇敢的祭司80人缀乌西亚入去。祖党王甲伊讲：乌西亚，烧香予上主，毋是你应该做的代志，是祭司阿伦的后代受分别来做的职务。你着对圣殿出去，因为你已经犯罪，你袂当得到主上帝予你的尊荣。乌西亚手提香炉要烧香，这听到就对徛伫上主殿内香坛边遐个祭司发生气。迄时，伊的头遐忽然起麻风。大祭司阿撒利亚甲所有的祭司看到伊头遐起麻风，就甲伊赶出圣殿。伊家己嘛赶紧离开，因为上主降灾祸予伊。乌西亚王得到
麻风到伊死的日，伊因为麻风受隔离，袂当阁进入上主的殿。伊的囝约翰管理王家的事，治理国政。乌西亚其他的事迹，对头到尾有记载伫阿摩斯的囝先知以赛亚的册。乌西亚转去伊的列祖遐，人讲伊得着麻风，就将伊安葬伫列祖墓园边仔的墓地。伊的囝约翰煞接伊做王。对骄傲者的警示，约西亚王在位的时，忠心侍奉上帝，因为安尼，上帝赐福予伊，互伊伫政治、军事和建设方面拢相当成功。总是乌西亚的成功，也互伊的骄傲日日升悬。历代志下卷26章16节特别记一笔。乌西亚强盛了后，心就骄傲，直到衰败，得罪上主伊的上帝。伊入去上主的圣殿，要伫香坛烧香。乌西亚正约甲藐视上帝的律法，先知进入圣殿执行祭司的职务，这引起上帝的生气，互乌西亚生出麻风，而且直到生命的结束，拢不得不甲人隔离生活。箴言16章18节指出，有骄傲就有失败，有自高就有跋倒。乌西亚骄傲的结果，对咱的信仰生活带来几个重要的警示。第一，骄傲互人忽视上帝的命令甲旨意，搁冒犯伊。骄傲是一种自负、自大、高傲的心态。这种心态常常互人掠家己做对，忽视别人的价值和意见。毋但安尼，人也因为骄傲的心态，就毋愿顺服上帝的话语，甚至干犯伊的命令。乌西亚的强盛甲成功，是来自伊追求搁顺服上主。上帝因为安尼，互伊所行的一切真在顺利。不过，当伊伫丰盛甲成功中间，却将荣耀归互家己，袂记得互伊兴盛的是上帝。相反，当咱无搁再追求上帝的旨意，反倒是照家己的心意妄行的时，将是行往衰败的开始，就亲像乌西亚共款。因为安尼，咱需要时时提醒家己，当骄傲的心态不雅，就是信仰枯竭的开始，应当引以为戒。第二，乌西亚的骄傲，互咱另外一个警示是，爱认捌上帝的圣洁，谦卑悔改，免得灭亡。骄傲让人伫面对圣洁的上帝时，显出轻慢的态度。以赛亚书第6章记载，先知以赛亚看见异象，伫上帝宝座前，天使彼此呼应讲：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！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伊的阳光充满全地。门厅的军旗因为呼应的声摇绝，圣殿有烟满满。因喊发声音震动圣殿的地基，圣殿内面充满烟雾。伫全能至善圣洁的上帝面前，天使上请爱用一股热面、热身躯，有侪人甘他会当摇摇带，带着谦卑、敬畏、感恩的态度来敬拜。总是乌西亚却擅自进入圣殿，伫香坛顶面要烧香，冒犯圣洁的上帝，直到互上帝惩罚。上帝是圣洁的，绝对袂容忍一点仔污秽，因为安尼，咱按照上帝形象受造，
应当洁净家己，互咱远离骄傲自大，尤其是伫敬拜上帝即件事的顶面，毋通存着掠家己做着轻慢和随便的态度，反倒是爱用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祈求伊的怜悯甲慈爱。默想，我最近是毋是有骄傲的言语和行为？这个骄傲的言行是毋是冒犯上帝圣洁和命令？我要安怎除去生命中的骄傲？我最近是毋是有骄傲的言语甲行为？这个骄傲的言行是毋是冒犯上帝圣洁和命令？我要安怎除去生命中的骄傲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我要伫你面前承认我心中的骄傲甲自大，祈求你饶恕我对你的冒犯，求你帮助我明白，你是我生命的根基，我一切拢对你来，也要归伫你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